日日夜夜，伊的稳定真够行。我无自己的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但愿我心的完全，爱伊对伊到永。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4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富春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休息啊！今天早上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感谢父神你啊，带领我们牧师及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早上透过共读这个圣经，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话语，也更加能够遵循子你的教导。父神，我们这时候请求你圣灵亲自运行在这当中，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上，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9章看见大卫虽然有上帝跟他立约永世为王，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的挚友约拿单。那也看见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到大卫的面前，如同大卫当初来到扫罗的面前，风水轮流转，大卫也是扫罗的女婿哦。那某种角度来讲，这个米非波设跟大卫有一个姻亲的关系，那但是扫罗的孙子却得到大卫的恩待，那把所有扫罗的产业都归还给米非波设，包括他的仆人。那约拿单的儿子也因此被大卫收养。那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的关系也建立在这个互信还有这个守约的基础上面，也是成为后来南国犹大的重要的组成。那这位仆人洗巴，那他也被继续指派来侍奉扫罗的后代，虽然他有15个儿子但是还有20个仆人，但是可以看见他有遵照大卫的指示，以至于这个扫罗的后代米非波设的后代呢依然可以上下追溯有16代在历代志可以看见。好，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10章，那要这也讲到所有大卫以色列王国最后的平定。那请富春长老带我们来读第10章的第1节到第5节。过了一些时候，亚门的拿辖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继位。大卫说：“我要对哈嫩表示示好，像他父亲拿辖对我友好一样。”因此，大卫派遣使臣前往吊丧。当他们到的时候，亚门人的领袖对哈嫩王说：“你以为大卫派这些人来是为尊敬先王，向你表示哀悼吗？当然不是，他派这些人到这里来，是要侦查做成的虚实，好征服我们。”哈嫩就逮捕了大卫派来的使臣，把他们的胡子剃掉一半，把他们的衣服从臀部割断，然后驱逐他们出境。这些人受辱，觉得很羞耻，不敢回去。大卫听到这事，就叫人通知他们留在耶利哥，等胡子长长了再回来。好，谢谢。那同样的记载呢撒母耳记下第10章记载一样，在历代志上的第19章也有一样的记载。那当大卫的国家越来越稳定之后，亚门王拿辖死了。这个拿辖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1章曾经出现，那时候是刚刚扫罗做王没多久。
好，那拿辖呢就派人来攻打基列雅比人，那基列雅比人就来向这个扫罗来求救。那也对不起，基列雅比人本来是要来求和，但是拿辖王说，你们若每个人挖出右眼，临入以色列众人，就与你们立约啊。所以基列雅比的长老就去向扫罗来求救，所以这也让扫罗被高为王之后的第一场战争啊。那但是这里讲到大卫曾经跟这个拿辖有怎么样友好的关系呢？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好，那但是在这里提到，当拿辖死了，哈嫩继承他父亲的位置。哈嫩的意思就是蒙喜悦。那但是大卫来向哈嫩表示他对拿辖的关心，因为拿辖曾经向他来施恩这个拿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大蛇，所以虽然不清楚，但是有可能是大卫跟拿辖都有同样的敌人，都是大卫是被扫罗逼迫，这个拿辖呢是被扫罗给打败，所以他们有可能或是在其他的场合，那但是大卫他派臣仆来是要来关心来安慰哈嫩，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但是没有想到大卫这样举动呢被哈嫩误解。所以哈嫩呢就对臣仆说，大卫派来这些人呢，不是真的要来安慰，他是要来探我们的虚实，他要来派奸细来知道我们在城里面，接着来参加这个告别式，接着来这边致意，其实是要来侦探他们，所以就把大卫的使臣把他抓起来。那这个亚门呢，跟这个摩押呢是兄弟都是罗德的后代，所以摩押亚门，那是由罗德的2个女儿分别生了2个儿子，那都是从罗德的后代罗德所生那跟当时候的亚伯拉罕其实也是有亲戚，只是亚伯兰的后代发展了以色列，那摩押跟亚门呢发展出来这个罗德的后代，那以东也是以扫的后代，跟雅各也是兄弟所以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都有相对的关系。那我们之前有看到大卫已经打败了非利士，打败了亚玛利，打败了以东，那今天呢继续看打败了摩押那今天就是看到亚门跟亚兰这2个国家如何被大卫平定了。那至于摩押跟亚门也是兄弟，那前面有提到当大卫去打败摩押的时候呢，甚至用绳子来量摩押人，让摩押人躺在地上，超过1条绳子的就可以活着，超过2条绳子的那就是要当场就要处死那所以有可能这一件事情呢，让亚门王他心里面有芥蒂，所以认为这个大卫呢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所以不是真的要来安慰他，其实是要来探门虚实最后也会叫我们躺在地上把我们杀死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哈嫩呢就把大卫的臣仆不仅剃他们胡须的一半，甚至把他们的衣服从上到下割到露出下体，就是等于是让他们露出臀部，然后释放他们。那这样做的意思呢，就是要羞辱他们。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一对父子，那父亲拿辖是要挖人的右眼，那这个哈嫩呢是要刮人家胡子的一半，还要割人家的衣服，让他露出臀部，把下半截的袍子都割掉。那作风行事呢都非常的猖狂那这样子做呢也等于是开战了那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呢，就这些臣仆还没有回到以色列，那他们还在亚门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呢，大卫告诉他们留在耶利哥就是留在约旦河这边，等到他们的胡子长长了再回来因为他们等于这是一种胡子被剃一半是羞辱，没有胡子更羞辱，所以也不能够把胡子全部剃掉，所以要把胡子全部都长回来之后，那再回来耶路撒冷。
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8节。亚门人知道他们已经跟大卫结怨，就从伯利和和索巴招募2万叙利亚步兵，从陀伯招募12000人，又从马加王那里雇来1000人。大卫得到报告，就命令约押率领全军出击。亚门人出兵，以拉巴城的易艾口为据点，其他的叙利亚军从陀伯马加来的人，则在郊外布阵。好，那所以亚门人呢，知道他哈嫩这样做呢是等于宣战，所以呢他也没有宣战，就直接去集结他的佣兵哦。那所以这个哈嫩呢就从伯利和和索巴伯利和和索巴呢都是在北边啊，属于亚兰到以色列的中间，所以从那边召集步兵有2万，然后又从陀伯是离亚门的旁边啊，又召集军队12000，然后又从马加王那边又雇来了1000人啊。那这个人数呢，在历代志上第19章的记载呢，有提到，虽然历代志上19章没有提到人数，那这样目前的人数呢，就是有33000人，但是在历代志上19章提到是这个哈嫩他用了1000他连得的银子啊，那1000他连得这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就是用34000公斤的银子，来找来这么多的佣兵3万多人，要来跟大卫来开战了。好，那甚至他们还有战车，历代志上还提到他们是带着战车，要来跟大卫的军队来校正，来宣战。所以大卫呢并没有要开战，因为大卫自认为跟亚门人的王是好朋友，拿下，但是呢他要来致意，结果却反而弄巧成拙，以为哈嫩以为他们是要来开战，因为大卫已经把附近的都打得差不多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战争就爆发，那由约押跟亚比筛这对兄弟，本来是3兄弟，死了亚撒黑，剩下2个兄弟，那他们就出战了，所以大卫呢不得不接招，那就派约押跟勇猛的军队出去啊。那这个这里勇猛的军队呢，在和本是写勇猛的军队那现在中译本写全军，那这勇猛的军队是指职业的军队，就不是之前乌合之众。那亚门人他们就在索巴跟利和的这个附近呢，就在马加，就等于是在3个地方都同时在摆阵，同时在战争啊，所以他们就集结在拉巴城艾口为据点了，所以就在亚门跟以色列的交界这个地方，然后这些大军是从北边都一路的来到了集结在这里，那要在这里和约押来交战。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第9节到14节。约押看出敌军会从前后2面夹攻，就挑选以色列最精锐的部队，叫他们摆阵进攻叙利亚军，把其余的队伍交给他弟弟亚比筛率领。亚比筛强调这批军队摆阵进攻亚门人。约押对亚比筛说：“如果你看见叙利亚人强过我，就过来救援；如果亚门人强过你，我就过去救援你。要勇敢坚强，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的城镇奋力战斗。愿上主成全他的旨意。”约押和他的部队向前攻打，叙利亚人败逃。亚门人看见叙利亚人逃跑，他们也逃避亚比筛，退回城里去。于是约押离开亚门人的战场，回到耶路撒冷。好，谢谢。那这个亚门呢，他觉得胜券
胜券在握，是因为他花了这么多的钱，请了这么多的佣兵，然后从不同的方向好要一起来攻打，那意思就是要打得这个大卫措手不及啊。那大卫呢，他勉强接招，好，那他又只派了约押出去啊，所以这段的经文呢，并不是大卫亲自上战场，好，那是由他的元帅好约押来摆阵。所以约押呢，他看出好这个这么多的佣兵，好，那跟亚门的关系，所以他知道他可能会负面受敌，就是他这边迎战，但是有可能从侧边从东边来，也会从北边来，也会从东北边来，所以呢约押呢就把精锐的部队呢，好叫他们摆阵是。在精锐的是向北啊，因为亚兰其实是实力最强的，所以他把这个精锐的放在北边，其余的呢就叫他的弟弟亚比筛，好，那亚比筛呢就面对的是东边好亚门，好，所以约押他去迎接这个最强的，那要去迎接要兵分二路的时候呢，他也对亚比筛这样说，好，说如果你看见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好强过我，那你要过来救援。那如果呢，亚门人强过你，好，就是你这边好快不行的时候，我也会过来救援帮助你。好，那亚门对约押对亚比筛说，好，要勇敢坚强，为我们的同胞和上帝的城镇奋力战斗啊。那愿上主成全他的旨意啊。所以在这段的记载当中，把这个战争呢，等于是约押和亚比筛呢是救了以色列，那他们冒死奋勇上战了。好，那至于大卫为什么没有出征呢？好，那可能一方面他已经要驻守王位啊，一方面可能他要压阵，那有可能他已经年纪越来越大，所以有约押和亚比筛这两个都是大卫的侄子，那就来出战。那这场战争呢，并没有拖太久，因为圣经的记载从13节，约押和他的部队就向北攻打亚兰叙利亚人，结果亚兰叙利亚人呢居然败逃，所以可见呢，约押的这个精神喊话呢是非常的有效，就是他说要刚强，不能够偷懒，不能够松懈，好，那要为百姓而战，为上帝而战，为上帝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而战，好，那这也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圣城的保卫战，好，那一切交给神，好，愿神成全他的旨意。所以约押不仅打败亚兰，好，亚兰还逃跑，好，所以亚兰呢，他们南下，好，来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索巴，还有来到了伯利河，好，这些的地方，好，但是却没有办法再往南集结啊，好，所以在索巴好跟伯利河好在这个地区亚兰就在这里就停住了，好，其实并没有进到这个以色列的范围，而亚门呢，好在这个拉巴的地方呢，好也没有得逞哦，好，所以当亚兰人逃跑之后呢，好，约押并没有乘胜追击，好，那他就是停留在这边，因为他还在等待他的弟弟亚比筛的消息。好，那14节亚门人知道，好，亚兰人逃跑了，就是叙利亚人，那他们呢也手软了，好，就不敢再打，所以就逃回去，好，亚门城，好，逃回去亚门城，好，所以约押好就离开亚门，好，那亚比筛好也约押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亚比筛应该也回去，好，那这一场本来是要来表示友好的行动，变成一场被羞辱的战争，好，那还好就是有约押亚比筛，好，那借着祷告好来胜过仇敌，好，最后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15到19节。叙利亚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了，就重整军队。哈大底谢王派人去把幼发拉底河东的叙利亚军调来，他们就在哈大底谢军队的统帅朔法的率领下来到西兰。大卫知道了，就调动以色列军队
渡过约旦河往西南，就是叙利亚人向着大卫布阵的地方进军。战斗一开始，以色列人就击退叙利亚军。大卫和他的部队杀了700个赶战车的人和4万骑兵，又当场击杀敌军的统帅朔法。哈大底谢属下诸王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跟以色列讲和，归顺他们。于是叙利亚人不敢再帮亚门人打仗。好，谢谢。那本来是亚门来向以色列宣战开战，好，然后花重金请佣兵，好，那结果呢，佣兵被打败，好，现在15节，好，这个佣兵亚兰人，好，看见自己被打败，好，被约押打败，好，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所以亚兰人呢就再去调更多的亚兰人，好，到了幼发拉底河。好，那所以他们从这个亚兰好去到了这个幼发拉底河，好，然后来集结了军队。那到哈大底谢王啊，哈大底谢的名字，这个意思就是哈大是帮助，好，就是一个找一个他们的王，好，亚兰来帮忙打，好，那他们就集结来到了西兰，好，西兰呢。在这个地图的箭头的地方啊，也是跟之前的伯利河好是也一样在北边，但是一个在约旦河东边呢。好，那西兰这个地名是坚固防守，好，表示他们在这个地方呢特别选了一个坚固防守的地方，好，要来再跟大卫王朝来打。那甚至派出他们的将军也有名有姓的，好，叫做朔法。朔法的意思就是扩张啊，好，扩张。所以这次是有备而来，本来是亚门的战争，现在变成亚兰的战争。好，亚兰就是叙利亚被拖下水。好，那拖下水之后呢，这次这个战役呢有多少呢？好，如果我们从刚才看的这个人数呢，本来前面是33000人的战役啊，好，现在呢，第18节讲到说700台战车跟4万骑兵哦，好，所以光亚兰他们这次就动员了4万的骑兵，好，那就是步兵。但是700台战车呢，在历代志上19章的记载，好，是写7000台啊，好，7000台，好，所以700、7000，好，无论如何呢，对以色列来讲，好，以色列的地形不太适合运用战车啊，好，那但是面对700或7000台的战车，好，那这一次呢，大卫呢，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好，来到了这个约旦河。那这一次呢，没有讲到说是由约押和亚比筛。那从18节来看呢，好，大卫和他的部队杀了700台战车和4万骑兵呢，又当场击杀敌军的统帅朔法。好，所以和合本呢是直接把大卫好放在第一人称，好，所以在这一场跟亚兰的战争、叙利亚战争当中呢，大卫可能自己在上阵了，好，所以是先约押，再亚比筛，后来大卫也上阵，好，那在这么短的当中呢，好，连续发生了好两次重大的战役，好，那大卫也自己上场，好，上场之后呢，不仅是击败了亚兰，连把这个扩张，好，叫做扩张的将军朔法，好，也把他当场击杀，好，所以可以看见上帝是大大与以色列同在，与大卫同在，与大卫的军队同在，以至于呢，这个幼发拉底河好的这个亚兰哈大底谢呢，就派人来求和啊，好，就来说啊，他知道大卫可能会打上来，好，所以呢就来讲和，好，甚至呢就签合约，好，臣服于大卫，所以亚兰人也害怕大卫，以后也不敢再帮助亚门人啊，虽然亚门人心有不甘，所以从今天这一场战争当中呢，好，我们看见也因着这样子的缘故呢，几乎是以色列所有四周围的国家，好，一个一个的通通都平定了，好，从非利士、亚玛利、以东、摩押、亚门到亚兰，好，那几乎呢在
在以色列东西南北四周围这些虎视眈眈或是亦有亦敌，或是会去变成为了金钱然后就出卖朋友来成为佣兵。那这一段记载也从撒母耳记下的第5章一路来到了第10章，我们看见大卫他成为以色列全国的王的时候，从第5章一路到第10章，他攘外安内，以戒约柜，然后秉公行义，来牧养治理百姓。那这个王国呢，几乎就是一路爬到了最高峰啊。好，那明天我们要读到第11章，就是大卫从这个最高峰怎么样瞬间掉到山谷，掉到谷底的这个记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看见大卫原来的善意呢，却遭到亚扪新王哈嫩的误解。好，那他也用跟他父亲一样残忍的手段来羞辱使节团，其实就是要主动来校正，要来开战。好，那可能亚扪呢很少有人会来打他们，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来主导，引发战争。亚扪人呢校正雇请了亚兰大军，就是叙利亚来攻打大卫，兵分3路。好，那从东从北从东北，好，那要来打。那这个大卫派出约押兄弟联手抗敌。好，那他们同心为了同胞而战，为了上主的荣耀而战，为了圣城耶路撒冷而战。好，愿上帝的旨意成全。好，那这样一场战役呢，好，也保住了他们的国家，也让敌人逃跑。好，但是却又引来这个亚兰人心有不甘呢。好，找了哈大底谢，好，派了更多的人，集结更多的战车。好，那但是呢，却就在西兰的地方呢，就停住了。因为大卫带军上来抵挡，所以大卫的阵营呢，一石二鸟。不仅击败了亚扪，也因为也这样收服了亚兰，所以亚扪跟亚兰呢，从此都不敢再侵犯，不敢再来侵犯以色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有时候当我们的好意被误会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大卫他的勇敢，而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也让我们在明白事情的背后，明白整个事情的过程之前，也不要急着发言，也不要急着采取行动。也看见大卫的智慧及跟随大卫的勇士元帅，也是借着祷告，借着勇气，借着团队来面对各样子的困难和挑战。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就算每一个工作压力的背后，其实也有上帝你美善的计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先求你的国和先求你的义，你就会把这一切事都加给我们。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富春长老，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好，拜拜，平安，谢谢。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
伊做我的目遮，什么代志拢免惊，无论是好也是苦，拄着日头甲风雨，万事有伊在照顾。我是放心来交托，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痛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